回答讲，我唔通伫心思、言语，或是外表，更唔通伫行为上，放动我家己，亲像放动我家己，亲自也是借别人的手来诽谤、羞愤、侮辱，也是杀害我的厝边。反倒等爱弃杀一切报复的心，而且我唔通伤害家己，也唔通自我陷伫危险的中间。若是安尼，权力官府为着要组织谋杀，伊也爱配刀带剑。问题106，但是这诫命只有讲到杀害咧，毋是上帝禁止杀人的时阵，伊也教示咱，迄个万分是杀人的总军员，就是嫉妒、万分受气、报复的心，这一切伫个眼中，乃是隐捌的杀人的罪。咱三个来祈祷，求主你赏赐阮恩典，互阮会当来了解这个诫命。各会当活出这个诫命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顶礼拜讲到袂使杀人的迄个积极面，就是咱爱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今日是要来讲到这个消极面，消极面就是讲，咱是袂使杀人，袂使杀人。我对这个问题，我分4项来讲。第一项就是讲。啥是安怎袂使杀人？原因。第二项，上帝佫记载讲，咱的确着爱杀人。是安怎讲袂使杀人？佫这个杀人，原来这杀人的权柄，这权利是交予公权力，交予政府甲官府。安尼了解，这是第一项的部分。第二项我要来讲到这个袂使杀人。毋是干那用刀杀人，你照别人的，你用喙齿杀人，这嘛毋对，安了解吼。第三项我要来讲就讲，你这个杀人的总军员，你内面有迄个报复的心、怨气的心、甲受气，这要安怎除掉？这嘛是等于杀人，安了解吼。咱顶礼拜有讲到，这伦理内底有一个积极的伦理，就是圣经若是诫命禁止的。其实伊是咧强调迄个积极的，袂使杀人的意思是，你爱保护人、维护人的健康，甲活人的尊严。这叫做积极的伦理。我顶礼拜有讲到动机的伦理，咱杀人是外表的行为，内面的动机就是怨气、报复，迄个发受气，安尼好。咱先来了解讲，袂使杀人原因。咱的拄啊读到的经文啊，在讲，因为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，所以上帝用伊家己的形象来制造、来创造咱人，所以咱人是非常的尊贵。伫万项物的中间，独咱人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，这个创世纪第1章26、19、28节，讲上帝创造咱，照伊家己的形象，所以咱活的人。咱有真正尊贵的本质，咱是反映上帝荣光甲尊严。咱嘛是有一个伟大的使命，就是代替上帝做2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就是代替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；第二项就是咱代替上帝来生探遍满全地。所以上帝要直接创造亚当夏娃了，上帝要来去创造人。是叫咱来代替创造，所以英文叫做 procreation。creation 后面加 pro， 加一个 pro， 就是代替上帝来创造。好，咱来了解安尼的时阵，所以你若是杀人，你等于消灭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伊这个尊贵的本质，伊个真尊贵的本质。所以咧，创世纪第9章16节讲，既然是杀人的人。伊的血，既然流人血的人，伊的血的确要互别人爱互人流，因为上帝创造就是照伊形象做的。意思讲，你若杀死人，你袂使用
牛羊精神来换这人的性命，了解吼？你嘛袂使用残垣触体，讲阮厝陪陪你啦，死无代啦，嘛袂使。你嘛袂使用金银宝石换一人的性命，人的性命尊贵甲人若是趁伫全世界，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咧？所以只有一项，你流人的血，你的血爱互流。意思讲，你杀人，你的确爱互人杀，了解无？一方面讲袂使杀人，一方面讲你若万一你若谋杀人，你应该爱互人杀。所以这个杀人的意思，毋通杀人的意思有两种，咱得了解哦。是意思种真恶意的谋杀，那迄人无罪，你恶意的谋杀，所以这个谋杀你的确爱处死，这个爱处死。好，后来人有真尊贵的，应该有恩光。你若杀死这人，这人伊就无当阿拉上帝，无当显明上帝恩光，所以毋通杀人的这个意思是讲，咱应该帮助人来阿拉上帝。来发出上帝恩光，这是这个意思吼。袂使杀人，咱了解吼。了解了后是咱再来讲这个到底袂使杀人。咱这个圣经内底旧约内底吼，咱来知影吼，因为伊拄入迦南地，无中央政府，对不对？含迦南地人咧杀的时阵，因迄当时咧杀人拢总无规矩。咱后礼拜要讲到渐渐甲楼梯这个问题，这个。杀人的时阵，因无中央政府，拢无。这个情形就哪像啥呢？你若杀我，杀阮老爸，我做阮老爸的迄个会妹团落来血亲，我就要替伊报复，对不对？这叫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你拍疼我安尼，对不对？人不还我，我不还人；人若还我，我不饶人。这啥讲的？总家人，台湾的都是。安尼就报复啦！这个哪是像迄个中国迄个武侠小说安尼啊？迄除了无中央政府的情形，但是到伫新约内底讲啥？讲上帝的良善，上帝的良善，伊的确要来控制这个邪恶，要阻止人滥散乌白来，滥散谋杀人、伤害人，所以要保持这个社会完整，卖去。拍破，这个时阵上帝就这个讲唔通杀人，这个意思是讲任何人拢总无权力来杀人，包括杀人的凶手，好，伫无政府的时阵，因入迦南地时就是安尼做，因安尼免怎讲呢？到着这新约的时阵，咱看到新约是讲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。上帝委托政府来刑罚迄个谋杀犯，了解吼？所以若总讲阮老爸去用谋杀，也是去互人叫人用车踏弄死。我袂使去杀迄个弄死阮老爸人，我嘛袂使杀迄个阿伯伫遐咧叫的人。安怎？我只有做这个代志，互到政府公权力来。因为伊是上帝的，伊是上帝所用的人，伊是上帝的切英，政府是上帝的切英，是伸冤的，是刑罚咧做恶的，所以咱得要顺服。这罗马书13章第4节。请注意哦，圣经安尼教时阵吼，这个国语派的教会啊，全听一遍啦，了解无？国民党政府乌白杀人，咱嘛要拥护伊，了解无？这唔对啦！那即马李登辉就真快呢，这政府拢总唔对，大家拢来反对，了解意思无？伊这个思想都矛盾嘛。咱爱知影，政府是上帝的切恩，是刑罚作恶的。是想事遐善良的，所以政府咱的确爱顺服伊，因为上帝亲，了解吼？万不离政府若乌白杀人，了解意思吼？乌白杀人，迄作恶的拢无刑罚，拢放伊去，
搁含迄人交结，请问安尼顺拢毋免，爱顺拢毋免，袂使伊要做上帝青嘛。所以咱对即个权力的运用爱安尼了解。所以彼得伫使徒行传第5章讲啥？讲顺服上帝，无顺服人，对一项是合理的。了解意思无？意思讲，你若要和上帝对价，当然我顺从上帝嘛。我免怎顺从？安了解吼？安尼较清楚啦。袂使讲，好，我希望对一党，伊所做拢对，我关切对党，伊所做拢毋对，安尼毋对啦。咱基督徒爱有独立的判断，咱对圣经的价值来得到真理，安了解吼？所以了解的时阵，上帝注重这个宪法的权柄交予政府，所以执政者、掌权者，伊配剑在身，伊下剑伫身躯，伊就爱来做这个管理，所以伊就迄宪法这个用死刑。所以咧，咱后礼拜过来讲较清楚的，就这个死刑代志讲较清楚。吼，无即人足多人反对死刑嘛，因为咧反对人重点拢几乎拢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拢大粒的基督徒。所以咱来了解吼，来了解。好，安尼了解的时阵，第二项咱要来讲到什么？讲到这动机的伦理。咱拄啊海德堡要理问答吼，讲了出水气的。讲这杀人毋是干那行为尔，杀人话是照刀咧杀人，对不对？用刀杀人，请问用喙子杀人会使袂？袂使啊！杀人内底要处理的问题，就是后壁3项，一项就是动机的问题。这个要理问答解决这个解说这个界面，毋是讲谋杀的行为尔，嘛讲到这个谋杀背后的总军员。就是我伫背后总共我心内怨切人。你看第一个杀人的杀人犯，迄个叫做该阮，伊啥事较会杀死伊的小弟？因为伊感觉讲啥事我所奉的呢，上帝拢毋投我骨力，阮小弟的伊就欢喜，边兄弟大细平，上帝对我都无手写牙关，我较输人呢，伊怨妒。怨妒的时阵，伊全谋杀伊的小弟。上帝警告咱，爱对付咱心内的怨妒、怨妒甲怨恨、怨妒甲怨恨。这怨妒甲怨恨为对来为比拼啦。我有一个亲戚吼，因老母死，我含伊做伙坐伫迄个灵车，管我顶管，送伊到庄外，遐伊墓地要埋葬。我敢若听我的亲戚规路咧哭，规路咧哭啦，哭啥你知无？无边啊，无平啊，无边啊，无平啦，规路拢咧哭，无边啊，无平，含人无比无平啦。开始就讲到伊的家世，讲到伊细汉，讲到逐项法无比无平，无边啊，无平啊，开始讲安尼看死，我规路安尼下面一30分钟拢讲咧无边啊无平。就一安葬了倒来，个好个讲无必要无平，安怎意思吼？咱人拢爱含人比拼，拢较开始怨妒，较怨切，较艰苦心。咱拢真正忽略咱真正的尊严。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做的，所以上帝若创造一个人，伊就画一个模啊，听意思无？上帝无做迄个模啊，咱大量生产啊 ，mass production 啊。哎呀，大家拢相共啦，无啦，人拢特殊的啦。譬如讲我新冠哦，我较早新冠173，即马剩172.5。请问全世界有含我病冠的无？有哦，无影。你找迄个173含我比，安怎比拢差一丝啊？绝对无咧拄好诶，你了解无？请问我下早开牛心冠，甲我暗时要困的是牛心冠，对这个人较悬，下早开较悬。我倒咧牛心冠，甲我徛在牛心冠对着较悬，倒咧牛较悬。所以一个人敢若会心冠吼，倒咧徛开，下早甲暗时拢无共呢，拢差一丝啊！你会感觉袂？拢差一丝啊！你着一直咧变化，靠，一个人含你变化相共的，安了解吼？即马食老倒酒咧时候，但拢无共，酒人无共。所以上帝创造一个人，着换一个模样啦，无迄个讲做这个模啊，咔，连迄个两个吼。迄
共两个上司啊，拢无共啊，个性拢无共啊，所以咱就卖和人比拼啦，安尼好无？随梦你也要做原子弹，迄个董仲元讲啥？虽然你会造原子弹，哦，我只会煮鸡蛋。假如人人都去造原子弹，谁来煮鸡蛋？所以虽然你会造原子弹，我只会煮鸡蛋，我不会比你更笨蛋。了解意思哦？我人不需要比拼，比拼就是万切，么艰苦。所以，咱来拄起咱内面迄个比拼计较。所以有3种较，讲袂使信啦。一种叫做计较啦，计较啦，对不对？第2样叫做比较啦，第3叫做哇哇叫啦。这3项都无记，迄无必要。了后来，咱讲第2项，咱讲内心嘛，对不对？第2项呢，台人唔是吼，有的人咧台人无，拢无见会，迄是啥？用喙齿台人，诽谤人。咱台湾人咧骂人有够歹听的。尤其台湾人对着家己的家后爱家己的丈夫，迄骂咧够歹听的。是对家己的囝，有的人吼，骂咧够歹听。咱拄仔咧圣经讲啥？讲骂人叫劣格，意思讲你笨蛇啦，安听有无？骂人笨蛇，迄叫做阿兰文啦，迄个耶稣时代讲的阿兰文啦，加入来，其实意思讲笨蛇啦。第2项讲啥？讲你含慢啦，含慢的国语安怎讲？华语叫蛮憨啦，含慢就做蛮憨啦，来了解，就是讲笨蛋啦。你骂人笨蛇的，兄你这人无路用啦。吴三小路用，我莫讲台湾人啦，讲华语。这种骂人的，这歹听的。你这规世人跳角，捌听过这句话无？归世人尖角。你讲这。你对你这，我真细人听听够多啦。我骂人无路用，无骂人死路崩，死路崩听有吼？死咱路边啊，无就路崩死，路崩死个砍粪机，砍粪机的意思讲你死无人来收你的尸体啦，用粪机砍咧，个拖地龙，个又搞嘎去啊！这足歹听，台湾人咧问人骂人这吼有够歹听的。这骂意思讲你若骂人吼，你的确伊地到遐。若安尼等于台人小讲咱吼咱袂台人，但是咱心内怨切人。咱袂台人，但是咱喙好，喙齿有够歹听，有够歹喙斗的。歹喙斗毋是咧讲迄咬经者呢，歹喙斗是迄喙歹喙皮，这真好，这真恐怖，这叫做语言的暴力，用恐吓，用诽谤的。这做者恐吓的，对不对？我真世人拢恐吓大汉的。你安怎啦？恁爸就来杀起一堆啦！但你安怎啦？讲这话，这种害死人，所以喙齿内底真正爱保守掉咧。对家己愈亲的人愈后安尼变相，这是上帝讲袂使台人是保护人的尊严，保护人的价值，包括伊的人格、伊的名誉。莫当恶意的否定人，侮辱人、口舌人、刺激人，这种袂使。第3种，来咱得讲到动机，讲到语言。第3种是啥呢？叫做生气，这是伤害人的心灵。有的人安尼，伊也袂歹喙皮啦，也袂歹喙皮，但是规个面拢歹面相，有这种人无？歹面相，歹看面，无好面相看，逐一人安言安尼有这种人无？有分有啊！我一摆当帮人迄个订婚订婚一刷了吼，一刷了迄个女方的主婚人讲，陈牧师，我会使讲话袂？讲欢迎你讲，就开讲啊。讲的是安怎讲呢？我听一个，我特别听上经典的话，走去迄个查某面头前讲：少年的你目睭8毫金嘛，恁爸无爱你，迄是阮查囝仔爱你哦。这句话我讲出来，我听着我刚刚讲这个话，你若恁爸目睭8毫金哦，恁爸无爱你，迄是阮查囝仔爱你哦。阮查囝目睭无晒过咧，才爱着你。第二句话佫愈经典，第二句讲啥呢？你敢知？笑你够粗残的你啊！你毋知阮查囝是我心头一块肉，你老怪我怎么跟你老伙呢？
你够粗残你。第一句话、第三句话讲，恁爸黑白龙就拢解释。你若对阮查囝歹声扫，也是无好面相看，恁爸个黑白龙就伫你。我讲后来电话人恐吓你啦，这样恐吓你，伤寒。圣经讲咱莫用着愤怒、发生地来害人。愤怒佮发生地哦，这种就种迄负面的情绪哦，发生地出来吼，你的理智吼，你会失去理智，失去你的理性，互你到尾啊，你做出真残忍的迄落。所以咱人着爱控制咱的愤怒。拄啊，咱圣经有读着讲啥？讲咱若去激气啦，人激气的，你听有无？激气啊，激气的，迄个华语叫做含怒啦。我激咧，激入内底，我无法做。咱若激气，唔通到黄昏，日落是咱来啦。所以你甲知影吼，真正的，恁啊了解吼，即几啊，有一个医书，即几年多死吼，叫做曾淑琪。伊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医学博士，伊日本王妃的女医。伊讲一切癌症甲病痛总根源就是人的疲劳无消毒。所以伊主张一日的疲劳一日消毒。但是咧，圣经的教示阁如何？讲一日的激气，一日来排泄，莫激气激几日啊！你激气激几日的时阵，全变做啥？咱知影吼，咱内底若有肉，若腐败吼，做粪扫时，咱逐工都爱清掉。你敢会讲下当你粪扫对内底结甲安尼规个味拢出来，绝对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爱去处理嘛。所以，这个激气爱逐日爱排毒，受气唔通犯罪，唔通激气到黄昏到日落。唔通互大魔鬼留后步，你激气就是等于大魔鬼留后步。这个方面好了后，咱来讲最后一项。最后一项圣经内底教是咱等于杀人共款的，就是讲你怨恨人等于杀人，啊你骗上人、骂人、口舌人，这嘛等于。啊你咧受气，就是你伫内面埋葬你所有的回忆。所以回忆啊，所以一个点落尔引起爆炸，转开始杀人。所以这项人除了的是个第四项，这第四项讲啥？讲咱爱尊重人的心神的生活，咱袂使做歹样相。了解吼？歹样相，歹样相必到互人绊倒，必到互人犯罪。啊，歹样相，华语变怎讲？坏榜样，这句唔对，榜样拢水的，叫做坏表样啦。吼，啊，袂使做歹样相，叫做借力恶表啦，罪恶的表样啦，歹样相啦。啊，台语讲得较水啦，啊，国语华语讲借力恶表啊，听人无啥有。袂使做歹样相，啥叫做歹样相咧？就是你伫你的态度，你的行为。甚至是你的实质，你也无歹态度，也无歹行为，但是你的实质，你的实质啊，应该听你的负人人，无听；应该听小囝，无听，拢无插面安尼。啊，这叫做实质，就是讲伫态度、甲行为、甲实质，会当啊，甚至互迄个接受你的模样的人，伊的软弱，底甲互人陷伫这个罪恶。甲互伊变做有一个歹习惯，互伊的心灵败坏，这叫做歹样相。先怎会歹样相？咱爱注意哦。先怎歹样相，会遐严重？第一方面就是咱爱了解，咱每一个人拢总有某一项的权威。你做人爸母的，做人的师长的，像我做牧师的人，拢有某一项的权威。所以我会歹样相，我会歹所行。我会歹喙齿、歹喙鼻，这些物件拢我用我的权威来压制人，互人犯罪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就是讲，人唔能去真爱看权威，啊，佮会反权威。但真奇怪呢，人若受权威伤害
伊以后吼，拢大伊摄影开呢，摄影开，拢变做 DVD 咧。啊了，我定定做，搁定定咧报奉上呢，这奉上头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搁出来呢，愈切迄个人，愈气迄个人，啊，就愈来样想煞来 copy 啦。所以弄受害者变做啥？加害者，安尼。所以歹样想引起人犯罪，等于带人入地狱。这顶嘛，这嘛是害人。所以耶稣基督讲既然互一个这个世界绊倒的，你不如你就杀一个石磨啊，怎啊挂在伊身上，怎啊杀伊害落？你杀伊害落，安尼害死伊这个人的身体尔嘛。你若做歹样事，是引出来入地狱呢？是身体甲灵魂拢对落呢？安怎了解吼？所以这个歹样事。总群员我都讲到，因为个人的权威，所以咱莫看轻咱做父母的，咱莫看轻咱做基督徒的。我迄阵人传福音讲啊，唔免啦，你信耶稣含阮相共啦，我咧报教嘛报教，啊，我做歹嘛做歹，啊，而且讲无要紧，伊会当去天堂无要紧，所以做歹无要紧。哇，讲即个话啊，我实在真艰苦。啊，恁信耶稣拢得人的花钱，啊，讲阮真的啦，啊，无带细姨。我实在，我老母讲，我免信啦，我无信得比较好诶。啊，这叫做歹样想啦。咱咧知影吼，咱常常因为人讲一句话，啊受真大感动，啊是做一个好诶好所行，互咱得到真大诶激励。咱一世人拢真感激，即种人真做阮诶贵人。啊，我会当真好，愿意就用即种诶疼来传互别人。啊那倒变呢？咱嘛真熬互人一句话，啊一个歹面相，啊一个种害死，对不对？我顶礼拜有讲过啊，迄印度迄间大学办到有够好诶，才反基督教，就是要找一个牧师，找一个主教诶时，迄个主教讲：哎，我袂用啦，较边诶啦，对不对？我教诶代志管袂了，管你这管你这个细囝，哎，读小学尔，互伊安骗上出去。阮庄哦，水了后，阮水了较早是顺利会哦。你也知影，阮较早主流的学生150个，青年团计50-60个啦，这够旺的。啊，阮庄卡囡仔毋捌看到迄个木马，阮庄卡囡仔毋捌看过咧。啊，拄啊，迄个牧师引导一个木马，啊，囡仔用啊好，啊，逐囡仔就排队啊咧。啊，排队的时阵吼，来，因的囡仔啊，即马是伊的囡仔无咧耍的时阵，耍，囡仔来时。伊个囡仔来就吼啊！哇，我讲占伊啊！啊，迄个牧师在那打落，了后150个学生走到2个，走到剩查囝甲一个会友尔，走了，拢150个拢无来啊，青年拢总无来，迄教会专强迄落。啊，到尾啊咧，迄个牧师落尾我做校园团结单杠时，佮拄着我，哦，我足欢喜的，讲我较早流目屎也政治大汉啊！哦，你这团队啊好，足欢喜的，看着我，但是咧，我拢看着迄部。人扒落迄步咯，扒来到拢无，人乱入啦。啊，我初中的时阵吼，我无信主，我要去潮州教会读册啊。迄个牧师唔让我入去啦，唔当然唔让我入去读册咧。啊，落尾我踮迄个电条踮遐看册，啊三七头我牵啊，叫我爱走啦。啊，我含教会个20公尺，哦，这个牧师啦。啊，到我大学。我信主了，我做兵的时候，看到迄个牧师，去潮州教会，我还没做迄奉事，爱搬厝。但是我已经大汉较信耶稣，所以我较诚实。我认为讲，我这世人绝对杀伊做我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啦，杀做我的迄个尴尬啦，我绝对袂使安尼，安了解吼，绝对袂使安尼，好，这实在是歹玩。所以圣经讲到这太人的兵。咱讲4项，第一项啥？袂使行为杀人，爱交托个啥？公权力，吼，政府权柄。政府权柄毋是绝对的，政府权柄若是违反上帝的话，咱违反上帝道，咱袂使顺服伊，甲政府做歹，安了解吼？第2项，内面的动机；第3项，喙齿，到这万分的心，到尾也过一项就是。毋好做歹样想，咱3个来祈祷。
主求你施了恩典，帮助阮自将阮内面的结气，会当逐日拢透出来。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喙齿，毋通用阮的喙齿来骗伤人，来损长人，来侮辱人。主求你施了恩典，求你帮助阮内面的结气，逐日拢会当透掉。啊，求你帮助阮伫正人的面前，以及阮的家庭，做好的模范，莫做歹的样相。求主你带领阮每一个人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